2026年8月9日每日靈修，有主同在，常常喜樂。637喜樂的泉源，每日靈修小品。經文：你使我心裏快樂，勝過那豐收五穀新酒的人。詩篇4章7節。小故事：英國有一家報紙做了一項調查，評選什麼樣的人最快樂。最後人民調查一致認為，以下4種人最快樂。第一個是作品剛剛完成，吹着口哨自己欣賞的藝術家。第二個是正在用海沙築城堡的兒童。第三個是為嬰兒洗澡的母親。第四個是手術後讓嚴重病人脫離危險的醫生。默想，上面的4種人，沒有百萬富翁，也沒有總統帝王，只是一些平凡的人所做的一些平凡的事。你是否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自得其樂呢？還有一個最大的喜樂，就是認識神而有的喜樂，而這份喜樂才是人生中最大的祝福。禱告：親愛的天父上帝，我們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認識主耶穌，因為你是喜樂的泉源，永流不息。即使我們沒有財富、地位和榮譽，但你幫助我們從工作中有成就感，對未來有盼望，在困難中有你的幫助，生命中有你賜給我們的平安喜樂，勝過世上的一切。感謝主。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門。